堂堂嘅一代霸主，竟然最終喺自己嘅宮殿入邊凄涼咁餓死，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呢？今日我哋就嚟講下沙丘之變。喺戰國時期嘅趙國，趙武靈王呢係屬於一個好有遠見嘅君主。相信大家聽過上期都記得，佢好有遠見咁樣推行咗胡服騎射嘅政策，令到趙國呢係日益強大嘅。而趙武靈王佢一路都好中意佢嘅細仔，叫做趙何，人可何。佢就打算喺自己仍然在位嘅時候，就將國君嘅位置係傳俾佢嘅細仔。去到公元前299年5月戊申日，喺呢一日呢，趙國嘅皇宮入邊氣氛係相當之莊嚴肅穆，群臣列於兩側，神色恭敬。趙武靈王高高咁樣坐喺主位上邊，目光深邃而堅定。呢個時候，趙武靈王慢慢咁樣開口：眾位卿家，今日我就將趙國嘅國君之位傳俾我嘅細仔趙何。話音啱啱落地，滿朝嘅文武百官頓時就沸騰咗起身。但係冇幾耐之後，大家即刻就反應咗過嚟，紛紛咁樣俯身去行禮，向新任國君趙何係表達臣服之意。非議呢一位追隨咗趙武靈王好多年嘅老功臣，喺過往諸多變革同埋征戰當中呢，亦都一直出謀劃策，可以話係忠心耿耿嘅軍鼓之臣。喺讓位咗俾趙何之後，非議亦都被任命為相國，同時亦都肩負起輔助趙王嘅使命。而趙武靈王佢就自稱為主輔，喺佢心中勾勒住嘅係更為之宏大嘅藍圖。喺佢腦海入邊，佢身披胡服，率領住趙國嘅精鋭向西北進發，攻略胡地，甚至策劃住從雲中九原指揮軍隊南下，直到秦國嘅咸陽，為趙國開闢更為廣泛嘅天地。為咗實施呢一個偉大嘅宏願啊，趙武靈王就做出咗一個相當之大膽驚人嘅決定。佢喬裝打扮成為使者，混入去秦國。當佢踏入到秦國嘅朝堂時候，趙武靈王表面上係神色自若，但係佢舉止之間呢，依然係透露住唔一樣嘅氣度。佢暗自咁樣去觀察住秦國嘅朝堂佈局、臣子嘅風貌，目光時不時咁樣去掃過當時嘅秦國君主秦昭襄王。呢個時候，秦昭襄王喺秦國已經執政咗好多年，憑借住自身嘅謀略同埋魄力，亦都將秦國係治理得井井有條，國力係越發強盛。喺諸侯各國之間，亦都威名遠揚。趙武靈王心入邊就暗自咁樣去諗啦，秦國喺呢一位秦王嘅掌控之下，法度嚴明，群臣各司其職，實力真係不容忽視。日後一定係我哋趙國嘅勁敵。而秦昭襄王亦都敏銳咁樣察覺到台下嗰位使者嘅不凡啊，心中就不禁生疑。呢個人氣質咁超然，言行間亦都沉着自信，絕對唔係普通嘅臣子可以擁有呢啲氣度嘅。等到趙武靈王離開咗之後，秦昭襄王就即刻下令啦，速速派人前去追查，務必要搞清楚呢個使者嘅身份究竟係邊個。但係趙武靈王當然一早就有晒周全嘅準備啦。等到秦國嘅追兵趕到嘅時候，佢已經順利出關。得知到呢個人竟然係趙武靈王之後，秦昭襄王同埋秦國嘅大臣咁多個都係震驚不已。秦昭襄王忍唔住亦都感嘆到：武靈王呢個舉動真係膽識過人，趙國啊趙國，不得不防啊！離開咗秦國，了解完實情之後，趙武靈王亦都係四處奔走。有一次去視察代郡西邊嘅時候啦，喺西河呢個地方同樓煩部落嘅部落酋長去見面，亦都招募咗好多嘅戰士。去到公元前295年，趙國嘅太上皇即係趙武靈王啦嚇，佢就將佢嘅大仔公子趙章就封到咗代郡呢個地方，號稱呢就叫做安陽君。嗱，你心諗趙章本來咧就覺得自己應該繼承皇位嘅，但係依家呢就只係封咗一個君俾佢，咁一定就耿耿於懷噶啦。咁趙章一向都係揮霍無度、驕奢淫逸嘅，於是乎武靈王就任命咗田不禮去做佢嘅相國，去輔助趙章。嗱，趙國另外一個大臣啊叫做李兌，兌呢就係兌換個兌，兄弟個兄字上邊加兩點。咁李兌呢個時候就揾到咗宰相肥義就講啦：公子趙章年輕力壯，但係態度傲慢，佢又黨羽眾多，而且慾望又大。田不禮呢，生性好鬥，又驕奢淫逸，不可一世。
廝殺成性。呢兩個人如果聚埋一齊，一定會有嘢諗嘅。小人物如果一旦有咗大慾望，佢哋係冇可能會深思熟慮嘅。佢眼入邊就只會睇到冚唪唥都係利益，根本睇唔到災難。咁嘅情況之下，我覺得巨變好可能要爆發啦。肥義，你依家係趙王嘅師傅，責任重大。如果大事一旦爆發嘅，首當其衝，你就係第一個受害者。肥義，不如咁啦，你就詐病申請退休，然之後將啲權力就全部移交翻晒俾佢阿叔公子趙成。咁樣就唔會招嚟禍患啊嘛。肥義聽完之後就講啦，當初太上皇將一趙王託付俾我嘅時候就話，肥義，請你唔好改變你嘅心意，唔好改變方針，永遠效忠，直至到老死。而我呢，恭敬咁樣接受咗呢一項命令，並且亦都記錄咗喺竹簡上邊，誓死遵守。呢個時候我係唔可以為咗逃避田不厲嘅叛亂，就忘記咗我嘅誓言嘅。呢個係一件大事嚟嘅。俗語都有話到啦，死者復生，生者無愧啊！我只係想實踐我嘅諾言，並唔要求話要保存我嘅性命。你對你嘅心意，我非常之感謝，但係我有言在先，一定唔會食言嘅。你對就話啦，咁我明白啦，你好好保重啦，肥義。但係，唉，在我睇嚟，你可能好難捱得過今年啊！講完之後，李隊揮淚告辭。但係李隊唔係輕輕提一提肥義就算數，佢又隨即呢不斷咁樣去拜會公子趙成，就要佢對田不厲呢時常去戒備。李隊同肥義傾完偈之後，肥義亦都唔話冇戒心，佢亦都開始做緊準備。肥義就揾咗趙王嘅近衛隊隊長叫做荀琪，同佢講到，公子趙章同埋田不厲雖然外在聲名就好好聽，但係實際上呢，一直都係為非作歹，靠住太上皇嘅寵愛喺外邊橫行無忌，好可能會有一日啦，佢係會宣稱奉太上皇嘅命令發起政變。一諗到呢個狀況，我就好擔心啊！晚黑想瞓都瞓唔到，日頭食嘢都食唔到啊！對於呢啲咁樣嘅行動係唔可以忽視嘅，所以從今日開始，你記住我嘅命令，如果有人係聲稱太上皇要召見大王嘅時候，你一定要先知會我，同我講翻聲，唔可以貿貿然咁樣就等趙王去，就算去我都要先行一步，試試佢嘅虛實，證實如果冇問題啦，先至再俾大王去。荀琪聽完之後，深深咁樣點咗點頭，應承咗佢。去到有一日，趙王舉行御前會議嘅時候，太上皇亦都喺身邊。當佢發現佢嘅大仔公子趙章態度懶散，向上面高高在上嘅細佬朝拜嘅時候呢，一絲憐憫之情油然而生。太上皇就心諗啦，倒不如我將趙國一分為二，咁樣呢，阿章就將佢封喺代郡噶啦嘛。咁喺代郡呢，直接就建立代國，咁咪可以兩全其美咯。呢個辦法可以，我好好計劃一下先。但係好彩呢個計劃只係停留喺計劃階段，並冇實施落嚟。又過咗一排，太上皇就帶住趙王出遊去咗沙丘，即係依家河北省廣中縣，其實就喺邯鄲嘅東北面嘅啫，大概都係80幾公里左右。咁太上皇同埋趙王呢，係分別住喺兩座行宮入邊嘅。呢個時候醞釀咗好耐嘅暴風雨終於落出啦。公子趙章同田不厲認為時機成熟，採取行動。佢就假傳太上皇嘅命令，傳召趙王入宮。荀琪收到呢個傳召之後，即刻就通知肥義。肥義聽到呢個消息之後，佢腦海入邊突然間嗡咁一聲，佢即刻意識到發生緊咩事，應該嚟嘅事終於都嚟啦。雖然肥義完完全全知道發生緊咩事，但係佢一啲都冇退縮，依然係自己先行探聽虛實。結果喺途中就中伏被殺。荀琪收到呢個消息之後，即刻就動員戒備，雙方血戰。咁啱得咁巧，公子趙成同埋李隊就從首都邯鄲率領大軍趕到，知道發生咩事之後，就10萬火急咁樣徵調咗周邊嘅駐軍參戰，就係咁樣斬殺咗公子趙章同埋田不厲，誅滅咗佢哋嘅黨羽，終於平定咗呢個叛亂。平定咗叛亂之後，公子趙成就出任咗宰相，而且亦都封為安平君。李隊就出任咗趙國嘅司寇呢個官職。呢個時候，因為趙王趙何嘅年紀仲細，所以成個趙國呢亦都係由趙成同埋李隊完全控制住。
其實當時公子趙章戰敗嘅時候，係投奔咗佢老豆太上皇趙雍嘅。太上皇見到個仔咁樣嘅慘樣，唉，真係於心不忍。於是乎呢，就收埋咗佢喺行宮入邊。但係當時大軍進入到行宮入邊，根本冇理過太上皇，就搜咗趙章出嚟就剁咗佢。但係咁樣反而趙成同埋李對呢，就覺得自己好危險啦，因為佢哋根本就冇理過太上皇。佢哋兩個商量咁樣就話啦：我哋依家咁樣為咗捉趙章，居然包圍住太上皇嘅行宮喎。如果呢件事過咗之後，太上皇追究起身，當時邊個去圍攻殺子嘅？哇！呢條罪我哋死幾世唔夠啊！咁樣諗完之後，索性係一不做二不休，下令行宮入邊所有嘅人員，先出嚟嘅有賞，後出嚟嘅格殺勿論。哇！行宮入邊嘅人聽到之後呢，真係契弟走得摩，一哄而散。當時太上皇趙雍亦都驚啊，佢都想出宮啊，但係呢，就俾人阻截咗喺宮門入邊。咁大個行宮當中，空寥寥，所有嘅人都走晒，就淨係得翻太上皇趙雍一個，冇陪伴，冇飲食。太上皇飢餓難忍之際呢，就只好爬上去屋檐樹上邊去揾嗰啲鳥蛋啊，或者啱啱出世嗰啲雀仔嚟食啊。咁樣嘅情況維持咗3個幾月，但凡係可以食嘅冚唪唥都已經食晒啦，最後就只可以活生生咁樣餓死。而趙國剛才亦都講到，佢嘅政府上下一直呢，亦都係俾趙成同埋李對去把持住，而趙國嘅政府一路都冇對外發喪，直至到已經確認咗趙雍已經魂歸天國，去咗賣鹹鴨蛋之後呢，先至向各國報喪。唉，趙雍最初呢就想立長子趙章做太子，但係後來佢又得到咗寵妃叫做吳娃，口天吳，女字邊啊娃娃嘅娃，咁啊真係愛到佢入心入肺。咁為咗呢個寵妃，佢係自我閉關幾年都唔出宮，咁樣結果就生咗佢嘅細仔趙何。就係咁樣，佢先至將佢嘅大仔趙章罷黜，咁就立趙何做太子嘅。唉，但係又等到吳娃逝世嘅時候，佢嘅愛心又遞減，又開始心痛自己嘅長子無辜，又計劃將佢封喺其他地方做王。就正正喺咁樣嘅猶豫之間，動亂就會發生噶啦。今期我哋嘅節目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節目嘅話呢，記得唔好孤寒，多啲投幣、點讚、收藏、轉發。大家嘅呢啲操作係可以好有效咁樣將我嘅呢系列影片啦，去推廣到更多人去睇到。咁樣嘅話呢，我哋嘅粵語環境就可以越嚟越好。多謝你嘅支持，下期節目見啦，拜拜。